烟气弥漫，赤膊上阵。不知情的外地人仿佛看到了大众浴池的模样。这一藏在陋巷里的小店，让你很容易找到回家的感觉。就随便，就大家都一直在这开心，你只要唠我就搁这开，然后你想吃我就给你加点火，给你烤一烤。那我说我白吃一顿，我大哥说随便吃，其他都是配菜，到这儿来主要是奔脆骨来的。警觉的眼神儿，一定是错失过硬菜。让老哥受到伤害的，就是老李的月牙骨。这个月牙骨是猪的哈喇巴。月牙骨形似月牙，就是猪前腿的肩胛骨。猪就用肩膀上的这块小软骨扛起了老李的幸福。就是买2房，剩下旁的也没宰啥。20年来，每天都出货30斤。你这1、2两半，10头猪才5斤呢。曾在摆摊时代的摸黑操作，让老李练就了纯熟的刀工，闭着眼睛也能切得完美。你看我不用瞅，基本上切的薄厚都能去。老李的手艺展示完毕，穿串的任务就由嫂子接手。在微微解冻之时，把月牙骨最美好的一面定格在签子上。花大劲儿的穿了你就没有型了，必须得有样，都得有样。有样，这是有追求的东北烤师互相能懂的街头暗号。连骨带肉的食材最考验炉边人的手上功夫。登上炽热舞台的月牙骨，需要跳出2种不同的台风。对肉来说，要把鲜红色变为焦糖色，并把外皮烤酥；对骨来说，要保持原本的亮白色，还要烤出入口的脆感。而对老李来说，这些视觉上的标准完全没有难度。晚上没有灯光也可以都能烤。他已经进入了全凭感觉的画境。